真正嘅珍寶珠真正嘅珠寶。耶穌基督俾我哋嘅力量正正係裏邊嗰個真正嘅力量。好多基督徒好咁多年，亦都仍然係選住一支有招子嘅珍寶珠，以為嗰個就係基督徒，喊住咁樣祈禱好軟弱呢個以為就係信仰俾你力量。但係你只能夠係 all in 落去，真正嚟到去探求呢個力量嘅時候，你先能夠可以真心嘅嚟到去發現到呢個嘅天父上帝嘅嗰個寶藏。耶穌話天國好比財寶喺藏在田裏，有人發現了就把它掩蓋起來，然後很高興地將所有嘅變賣了，就購買那塊田。天國好比一個商人尋找貴重嘅珍珠，就把它發現一顆極貴重嘅珍珠，就賣了他所有的一切去購買一顆珍珠。你要去真正去體會到呢份天父上帝嘅力量，你只能夠 all in 落去，all in 先能夠真正去揭開嗰個嘅招子，體會到呢份上帝自由嘅榮耀。呢個就係天父上帝俾我哋嗰種嘅能力。呢個能力係唔係我哋能力，係天父嘅能力。藉住禱告，藉住一個我哋即係天父上帝俾我哋嘅能力，我哋能夠可以咧即係得着呢份嘅能力。